仕真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基於母公司香港衛訊超過20年養老經驗與技術積累，專為中老年尤其是嚴重慢性病不便外出人群提供康復訓練方案，應用於護養院、鄰舍中心、安老院舍、復康中心等等，以及家庭場景。復康單車訓練系統具有以下5大特點。特點1：實景康復訓練，精選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多個風景名勝景點，復跡街景，喚起美好回憶，增加訓練樂趣。特點2：相較於市面上同類型嘅產品，安全輕便，操作簡單，更適合長者，具有便攜、易於收納嘅特點。特點3：選配心率臂帶監測心率、速度。AI 即時調整訓練強度，以減少運動風險。特點4：針對手足肌肉訓練，改善心腦血管功能，提升肢體靈活度。特點5：多場景適配，長者自助專屬，解放人力，滿足個性化需求。多人互動，通過競賽 PK 嘅形式，在玩樂嘅過程當中達到訓練嘅效果。長者採訪用戶的聲音。這款單車在家裡也可以感受到戶外的風景，很適合老人家在家玩。對於我們老年人來講，還很適合。像現在天氣比較熱，在戶外運動的話也吃不消，大家互相很開心。呢款單車對長者好友好，其好小巧便捷，可以幫助姑娘人員騰出手，送俾長者尋測試體驗。特別係對有下肢康復需求嘅長者，相對啲枯燥嘅單車訓練，呢款單車好得意。老人家一路睇實景畫面，一路整單車訓練，效果非常唔錯。我覺得個個養老機構同埋家都要一款金架單車。活動展示，復康單車深入社區同埋機構，服務長者過萬人次，受到一致好評。